小編又出嚟搵食，咪話我淨係識得食茶餐廳嘢食。趁就嚟白色情人節，帶大家去食全港罕有嘅荷蘭菜，見識下呢間 The Dutch House Restaurant。佢哋堅持每星期由荷蘭直送新鮮食材，還原荷蘭風味。為咗向香港人推介荷蘭菜，特登搞咗個獨具荷蘭風情嘅戀愛饗宴，由荷蘭籍主廚 Armand 親自主理，精心設計咗6道精緻料理。今次小編就幫大家試菜先啦。荷蘭飲食文化強調不時不食，佢哋嘅海鮮品質極佳，好似青口、希靈魚、野生鰻魚，仲有蘋果、士多啤梨等都係上品食材。今次應該可以大開眼界，大飽口福啦！先嚟荷蘭小食拼盤，芝士酥皮條、紅菜頭蟹肉沙律撻，個撻裏面加咗甜醋嘅紅菜頭，2個小食個皮好薄脆，好醒胃，好適合送酒。再嚟牛尾肉脆炸球，用上湯煮牛尾拆肉，外層裹上麵包糠製成肉丸，外脆內濕潤，有芥辣汁點綴，幾有特色。呢個煙燻鰻魚沙律，野生鰻魚經過橡木煙燻8小時，野生嘅果然肉質嫩滑得嚟，有彈性有咬口，煙燻香，油脂豐厚，再配搭上沙律菜、小番茄、紅菜頭，酸酸甜甜，中和咗鰻魚油膩感，相當好嘅配搭。傳統酥皮龍蝦湯，每碗都係用上半隻龍蝦，完全係用龍蝦烹煮成，連殼煮再打碎，經過13小時熬煮而成。個酥皮薄又脆，浸咗湯汁嚟食，都完全無油膩感。個湯唔係結身嗰種，較水但龍蝦味非常出色，好想飲多碗。荷蘭北海原條龍脷，以牛油浸煎方式處理，肉質鮮嫩而爽口，好重牛油味，配上嘅菠菜滲滿魚汁，我中意。大家知歐洲冬天勁凍，所以都好中意飲湯，荷蘭亦唔例外。呢個荷蘭豆湯配煙燻肉腸，可以話係佢哋嘅粥，保暖飽肚又易消化。當中係用上青豆同埋各種蔬菜煮成，再加入煙燻咗嘅肉腸，有少少辣味，湯夠濃滑，豆味濃得嚟無臭青味，唔錯。呢隻招牌荷蘭烤雞係用凍水、鹽同埋30幾種香草浸上半日，然後風乾1日，先至攞去烤。前後烹調時間要成3日，唔怪得知皮脆肉嫩。最特別係佢會配上由荷蘭蘋果打成嘅蘋果蓉，因為蘋果蓉嘅酸甜可以中和烤雞油脂帶來嘅肥膩。呢個荷蘭豬扒係用3種芝士嚟焗，配上薯蓉同埋荷蘭嚟嘅蔬菜，仲加上咖喱甜酸汁。豬嘅熟成剛好，肉質有啲似食豬手，唔算太肥，火候控制得剛剛好。好高興有幸見識到呢隻荷蘭豬。荷蘭蘋果夠酸爽，非常有特色，所以呢個用上荷蘭青紅蘋果，自家製嘅蘋果金寶，外皮酥脆，裏面就熱辣辣蘋果蓉同埋蘋果粒粒，酸香甜，好好味。